你市中心吃海面，现在到那带昌岗商业广场来逛逛，你发好，那个地方原来是关犯人的，而且是关重刑犯人。啥辰光？90年代做谁啊？第三监狱，晓得不啦？那么现在边子奢侈品集中的地方，不管吃了，不管往水里举，那个品牌不上一定档次的，进不进来，门槛高得不得了。那个时间60年封锁了来做，警卫会来海带，你不看见呢，谁不放心？你一定要时时刻刻在那个视野范围内。哎啦，现在一种地方现在也多，开关店也越来越多。啥叫开关店？侬晓得吧？哎，香门城桥原来叫什么名字？江门，原来的官江路是离居一个地方，官江木匠夫妻两道的，结果离来离去离不出来呀，这木匠豁了脱一气，贴了个炉子里向呀，搞出去他在男人为我来海了，哪办？你自家去思想。现在想想个木匠谁是谁高，随便那西马烟官江西我那个木匠还去死脱哪是干？死也不死，这次我随便哪不肯。男人说到底侪是白眼狼，不管大个小个老个少个，通通侪是晓得吧？没一个好人。苏州一个城市啊，文化大革命当中，除脱盘门，其他全部拆光。那么盘门啥子分拆脱呢？因为叫琅水盘门，本身是没人气的。所以搿辰光红卫兵觉着差不差侪一样的，但是反正我来在，伊一般烧店呢，侪绿颜色给他进去看看呢，看看呢，看看呢。哦，毛香水的啦，血结还是点的，还有。我当侬讲，我进入门是看房个么子的。车水马龙的是赣江路。哎呦，警卫你也晓得噶？跟那好啊，你几辰光晓得个讲？两个定死了，还在啥地方？晓得。苏州大学。哦。啊，侬苏州大学不晓得噶？一户楼，香港的财一府捐的。哦，财一府。侪是 TVB 的老板，他茶店拥有的上海滩。我当年讲个名堂，就待遇侪富一搭来讲，因为你都根本不晓得待遇到底侪是一般菜。哎，你都到那出来白相，只关心你毛结婚么事，至于你搿种经典白相到哪行阿多，那你浑身不得高。对。厦门城这样一圈光海，现在托子上海分市个福，这样子警卫员个光差脱一等。三毛地产警卫员，那个政府该不你，你门新了，你门人家搿边低了落单。你们那个开包还是开头？你是当中啊你，我非常信我发这个定位不你，那个是低薪不大概。老刘来了哦！哎呦，实力寻得噶？刚刚那个，侬不一定来。因为那个地方我是不应该来，苏州人讲三改，现在三改变成汉地方人。那么你怂呢？你是怂呢？这个第一眼我看下来30比我大，大多了。侬17岁了。对，也30岁，